追星也能创造影城商机。由于哈韩文化已经是趋势，韩国演唱会主办单位脑筋动得快，把转播版权卖给各国的影城业者，让歌迷不用飞到韩国也能在自己国家同步看演唱会。26日是 When Aone 最终场演唱会，歌迷的装备就跟看演唱会一样，带着荧光棒进戏院挥舞。记者 vs 歌迷，今天准备了什么来看他们呢？就手幅跟场外拿了一些应援物，拿着荧光棒，手幅排队走进影厅内，准备用大荧幕收看 When Aone 在韩国举办解散前最后一场演唱会。记者 vs 歌迷，因为是他们的最后一天演唱会，所以就是抱着感恩的心。所以等一下进去应该准备好卫生纸了吧？对，我今天带了5包卫生纸，应该够。演唱会票实在是太难买了，然后再加上个人某些因素没有办法到现场帮他们加油，所以还好我有常买电影场的票。从选秀节目出道的限定男团，在韩国连开4场演唱会。26日最终场，主办单位把版权卖给各国影城业者，让歌迷不用飞韩国也能零时差同步感受 When Aone 的魅力。台湾有影城业者独家转播，在全台11个据点开了17场厅次，票价1000元，粗估进账400万元。前一天同一个影厅也在播放韩国偶像团体的演唱会画面。防弹少年团去年8月在韩国奥林匹克体育场举办的演唱会，让歌迷透过大荧幕重温当时盛况。14间影城开78场厅次，票价600元，通通秒杀，让影城业者见识到韩团粉丝带来的经济效应。影城公关李光觉向 BTS 的2次演唱会转播服务，营业额接近2000万左右，来填补影城淡季里面营运上的压力。他转播演唱会，自然而然会成为相当强而有力的获利来源。日本、韩国追星文化盛行，结合转播技术，让各地影迷也能感同身受。即使版权费要价不菲，影城业者能借此拓展事业版图，建立特色和其他业者做出区隔。